花西在地新闻，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新冠疫苗，搁看到曙光。英国的药厂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经过测试，平均有70%的保护力。虽然无比美国的辉瑞甲莫德纳95%的保护力较悬，但是牛津疫苗加进速，也就是讲有效性合理，继续排名是这个牛津疫苗上大的优势。 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生技做伙研发的辉瑞疫苗已经申请授权。美国食药局表示，上见伫12月11號，美國嘅高風險族群就會當來做。Well, the projection is that if all goes well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 an EUA, as you mentioned,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that there could be vaccine delivered towards the middle and end of December. 除了美國輝瑞，另外一間美國嘅莫德納，原來準備要上市，加上英國藥廠甲牛津大學鬥陣研究疫苗，原來有好消息。 雖然輝瑞甲莫德納疫苗較有效，但是輝瑞咧運送嘅時陣較需要冷藏嘅技術，莫德納一般嘅冷藏就會使咯。但是美國這兩支疫苗價錢有較懸，輝瑞差不多是19.5塊美金，真係代表是550多塊；莫德納算起來差不多是700到1000塊嘅代表之間。但是牛津疫苗只需要3塊銀嘅美金，算起來較無甲代表90塊。And it's going to be probably more affordable than most others for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Z, as you know, have pledged that this is a non-profit vaccine as far as they're concerned, which is wonderful. 輝瑞疫苗一年上少生產13億劑，英國政府已經注文4000萬劑，而且可能喺美國進前就來施打。若莫德納疫苗按算就要到明年底，才會當完成5億到10億劑，產能算起來有較少。 若牛津疫苗到年底產能到2億劑，後面3支疫苗攏有家己嘅優勢。台灣嘛已經立定緊，都希望趕緊會當等到好消息。